多出人。别多了，在那边嘛。你休息，你们车子别停。哇塞！知道了。25，你还高？我不知道，我也走了25，我离开高位。哎，你看看。对，那不让他心上起步慢点起。就是啊。菜市场就塌了，整个下面都塌成这样了，天然气爆炸。哎，别看了，有20包2的没见过的，快走。老弟吃饭呢吗？再给个人躺在这。知道等一下会有人来救的。呀，你这还没来呢。不要在这里围观了，可能会有2次爆炸的危险。走，赶紧先撤。我们知道咱会120来的，我们现在也没法动。多少人啊？满目沧桑啊！这边儿玻璃全部震碎了。天然气爆炸了！我的！我操！哇！